喂，大家好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点解我们会这么自然跟信某些人讲的言，但是呢，对其他人讲的言可能踩都不踩呢？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次侦探，跟着思想界的福爾摩斯、福柯一起查下那檔案，揭開我們信任背後究竟有這些潛規則。OK， 大家一齊想像一個場景啊！你喺屋企人個 WhatsApp group 度，丁生，呢個姨媽又 forward 咗個健康 tips 過嚟，話日日飲苦瓜汁可以降血糖喎。但係剛啱呢，你個家庭醫生又同你講翻一模一樣嘅嘢。誒，明明內容係一樣嘅喎，點解我哋會下意識覺得醫生講嘅就係經科月累，但係姨媽嗰個呢，笑下就算。背後呢個迷神吉利力究竟細味東東呢？嗱，要解開呢個謎河地，就要請出我哋今次嘅偵探主角，佢就係法國哲學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今日就由佢帶我哋去查下呢單關於信任嘅懸案。咁福柯呢位偵探最勁嘅地方喺邊？就係佢查案嘅角度好特別，佢唔係要去問一句說話究竟係真定係假，佢反而係問點解我哋會早去信佢係真？你明唔明嗰分別啊？佢真正想揾出嚟嘅就係嗰啲我哋平時冇講出口，但係大家又默默遵守緊嘅所謂嘅遊戲規則。好，呢度呢，我哋揾到第一個關鍵線索啦，係一個英文 term 叫做 discursive practice。哇，聽落好似有深奧，好學術，無上經。你其實可以當佢係任何一個圈子裏面嘅潛規則或者遊戲規則。就好似我哋打麻將咁，唔係話你求其坐低就可以亂咁叫食號噶嘛，係嘛？你要跟足晒啲規矩。咁喺知識嘅世界裏面呢，其實都一樣，有一套潛規則，決定咗究竟邊個講嘢先至係啱數嘅。OK，既然我哋知道有潛規則呢樣嘢存在，咁我哋嘅思想偵探福柯，佢嘅工具箱已經打開咗啦。一齊嚟睇下，佢到底發現咗邊3條可以打造出一個個專家嘅秘密規則。嗱，3條規則呢，其實好簡單，就係第一，發現者嘅身份證，即係佢係邊個；第二，發現者嘅舞台，即係佢喺邊度講；同埋第三，發現者嘅視角，即係佢企喺一個咩位置佢講。嗱，為咗等大家容易啲明，跟住落嚟，我哋會用一個好有趣嘅比較，就係19世紀嘅醫生對比我哋今日嘅網紅或者叫 KOL。好，我們先看第一條規則。發言者的身份證，簡單來講，就是究竟邊個先有資格去講嘢呢？嗱，呢個對比就真是好低啦。你諗下喺19世紀，一個醫生嘅權威係嚟自邊度呢？更要嚟自法律上嘅認可、嚴格嘅醫學訓練，仲有專業機構嘅秘書啦。呢啲就係佢哋嘅身份證。好，咁我哋睇翻今時今日，一個網紅，一個 KOL， 佢個權威又嚟自邊度呢？可能係佢有幾多百萬 followers， 佢個 IG account 有冇嗰個藍剔，又或者佢同幾多大平台合作過。你睇，雖然個形式完全唔同，但係佢哋背後都係建立咗一套系統，俾咗佢哋一個發言嘅權利。好，跟住我哋睇第二條規則，就係發言者嘅舞台。你有咗身份證，仲要睇你喺邊度講嘢。福柯就指出，點解19世紀醫生講嘢咁有壓力？因為佢哋企嘅舞台唔同，佢哋係喺醫院、實驗室呢啲充滿公信力嘅所謂機構場所發言，呢啲地方本身就代表住科學、專業。OK， 咁現代網紅嘅舞台呢，就係佢哋嘅 YouTube channel、IG feed 呢啲數碼平台，就變成咗佢哋建立合法性嘅全新舞台。你試諗下，喺醫院病房講嘅一番話，同喺直播間講嘅一番話，嗰種權威感係咪差天共地呢？好，到最後一條規則啦，就可以發言者必須要扮演嘅特定角色，或者我哋可以叫佢做採取嘅視角。嗱，呢一點啦，真係非常關鍵啦。一個醫生睇症嘅時候，佢係扮演緊一個點樣嘅角色？佢係一個客觀嘅觀察者，一個專業嘅提問者，負責去傳讀病徵、分析數據。好，咁一個美食 KOL 呢，佢可能就要扮演一個唔尖嘅食家，一個3C達人就要做一個專業嘅開箱測評員，而一個 lifestyle KOL 呢，可能就要做你嗰個好 relatable、好明你諗咩嘅朋友。
你明嗎？佢哋一定要揀啱一個特定嘅角色定位，佢哋講嘅嘢先至會係有說服力。好啦，身份證、舞台、視覺3條線索都齊晒，而家就係揭曉謎底嘅時候。到底權威呢樣嘢係點樣練成嘅呢？所以最關鍵的一點來了，大家要聽清楚，權威並不是來自是但一個因素，而是當一個有合格身份的人企走在一個公認的舞台上面，再用一個被大家接受的視角去發言，當這三樣嘢好像齒輪幹環環相扣，完美結合的時候，一個強大的系統就誕生了，而那個系統根本就是一部權威的製造機。喂，你可能話我淪陷啦，唔緊要，我哋而家睇下偵探本人庫克，佢嘅原話係點樣寫嘅？佢好清楚咁講明，醫學權威嘅建立，整正就係嚟自醫生嘅地位、發言嘅機構、場所，同埋佢作為主體嘅位置呢3樣嘢之間嘅關係。嗱，呢句說話係咪就完美咁驗證咗我哋頭先嘅分析呢？好，嚟到最後一部分啦，大家準備好燒腦喂，因為跟住落嚟呢個可以話係庫克最顛覆性、最爆快嘅一個諗法，佢將會徹底挑戰我哋對自我呢個概念嘅根本認知。咁問題就嚟啦，當個醫生喺度同你診症，或者個網紅喺度直播緊嘅時候，嗰個喺度講嘢嘅我，到底究竟係邊個呢？係個醫生本人，定係嗰個網紅自己？而庫克嘅答案可能會嚇你一跳，佢話根本就冇一個統一單一嘅我喺度講嘢，因為真正嘅主體其實係分散嘅 dispersed。吓？咩意思啊？佢嘅意思就係，我哋以為嗰個發言嘅主題並冇一個獨立自主嘅個人，而更加是係成個話語系統裏面嘅一個風能或者一個空嘅位置。呢個概念可能有啲抽象，我哋睇翻醫生個例子就明晒。庫克認為，我哋所講嘅醫生其實並唔係指將醫生嚟醫生某一個人，而係一堆功能嘅合作體。佢係咩？佢係嗰個有權直接體溫嘅人，係負責觀察病灶嗰對人，係促進嗰支手指，係分析數據嗰個腦。換句說話講，一個更加顛覆嘅講法係，其實唔係醫生呢個人喺度講嘢，而係醫學呢套話語系統加用佢呢個身體嚟講嘢。嗰個人就好似一個空個位置咁，被所有代表住醫生嘅角色同功能填滿晒。好，聽完成個偵探故仔，不如我哋將個鏡頭轉翻向我哋自己，諗一諗，當你喺 Facebook 喺 IG 出 post 嘅時候，你又係扮演緊啲咩角色呢？你係一個專業嘅分享者，一個搞笑嘅 KOL，定係一個充滿正能量嘅朋友？你講嘢嘅方式，你嘅用字，你好心經營嘅所謂人設，又有幾大程度其實係俾呢個平台背後嘅潛規則所塑造緊呢？嗱，呢個問題可能就係庫克攞俾我哋每一個人最值得帶翻屋企慢慢思考嘅問題啦。